下来继续来看超级篮球联赛，2年前发生着拍假球签赌的事件，当时有15个人互起诉，士林地方法院早起一审宣判，其中捌提过上有价值球员的郭文豪，红判上重，判7年。 MVP 有大家球吗？捌提年度 MVP 的郭文豪，过去互红做新篮球界 Curry， 选因为假球案，2024年互挂手铐，换收容所的制服。若上新的判决今仔日出来呀。 有没有很后悔这样子打假球签赌？针对这拿 SBL 亚出史上上坎过的跋筊拍假球，球员除了家己落赌，阁收钱集体做操盘。士林地院今仔日宣判，郭文豪应执行刑期7年，吴桂英2年，吴友仁4年10个月，周伟新4年9个月等拢总10个人，用运动裁判发行条例定罪起诉。不会觉得对不起球队跟球迷吗？经过1年9个月审理，检警调查发现，第20季的 SBL 拢总38场比赛，当时因的球队是19胜11败，摕到例行赛冠军。不过其中上无18场互球员落赌，7场互超工操盘。那郭文豪是固定的先发控卫，吴桂英是得分后卫。赛内加尔吉的班霸是做主力的中锋，包括王家宏、周伟新跟文泽等人拢是跋筊，也是拍假球。检警嘛统计不法的所得有2473万，其中吴桂英甲情侣朋友赚1568万，郭文豪嘛摕47万，其他的球员嘛照参会情形分红。那唯一无够安的王家宏已经走去中国，向另案通缉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